我们先念那个皈依法喜，先念一下3次。我祝福正法正觉在知识不敌无不依，为所写生的少，为利众生愿成佛。祝福正法正本尊，知识不敌无不依，以我所写生的善，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这番真正真，只是不敌我归。我以所现身的身，为利众生演佛。好的，那我们先没有开始的前面，那今天是那个你们先准备一下那个笔还有纸，因为我们没有大家没有课本呢，没有课本的时候呢，我说的时候重点哪一个是你们可以只写一下，写一下的话，那就不会忘记了。好的，那个有时候我的中文不够的时候呢，我要去这里我们有误接错嘛，你帮忙那个翻译一下啊。那今天呢，我们是说的是时间是那个怎么说呢？7点到8点半是这样子的。好，那关于发西的那个内容是，我们先说一下的话，这个的最好关于发西是什么呢？关于是什么呢？关于的那个有关于有什么好？有什么好？没有关于是什么不好的？意思是呢，这些是先说一下。观音三宝的观音，真正的心里面有观音的人的那个的功德，那我们的那个功德，如果可以看的话，那这个是大海一样的意思是，那个的功德非常大的意思是，还有我们的那个世界的地球一样大的意思。这个是我们皈依的那个皈依三宝的那个功德，如果可以看到的话，那就是大海一样大，所以那个功德很大的意思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是要，所以呢，那我们是大家都觉得我在皈依呀，我是佛教的，我是佛教的。那但是佛教是什么呢？我们西藏的那个藏文说的话就是囊巴，囊巴就是那个为什么是囊巴？囊巴的意思呢？里面的意思是，那里面的意思呢是什么呢？观音三宝真正的心里面有观音三宝的话。那就是他是这里真正的有观音三宝的话，那他才是他是佛教的。如果没有观音三宝，三宝是什么也不知道，那只是那个看书而已的话，那还是不算佛教哦。所以还是不算那个囊巴。囊巴的意思是呢，做里面的，里面的话一定要观音。好好的观音机里面真正的观音三宝，才是你是佛教的。对，那另外都是外教的意思的。对，如果你学很久，每次都看书啊，带着那个一个课本呢，跟着那个一个上课呢，学了，观音还是不清楚的话，那你还是不是那个佛教哦。不是囊吧？对，是这样子的。所以呢，那个我们说，如果是我们说佛教的话，一定要观音三宝。那观音三宝的时候呢，那这个观音三宝是什么呢？那有些是觉得啊，观音三宝呢，那个佛法上呢是这样子而已，佛法上不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是一定要先好好的了解，才是你是佛教的。对，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这个是大家都一个课别的是这样子的没有的，所以呢，我有的是那个藏文的，但那中文的我没有了，那没有关系。我说那个比较主要的说的时候，你们可以写下来，说的全部不用写没关系的。
那我是那个可以说的时候呢，我是会看那个藏文的那个，我有那个藏文的，所以藏文的很多地方都有，比如说我们的那个经典里面也有观音的，那其他的地方也有，我是全部合起来，然后呢简单的让人家比较了解的这样子，我自己一个准备了。所以这个说的话，这个我自己不是那个自己做的，那个是我只是想说，不是这样的。我这一定是看一个经典里面的内容，拿下来，然后呢跟你们结缘，是这样子的。好，那第一个呢，我们观音的时候呢，那观音是你们都观音三宝，三宝是你们都知道。那我们那个平常每一个人都讲的部分是观音是什么呢？观音就是我们都说呢，那个佛法僧呢，佛法僧的里面呢，就是那个护士是，还有那个医生呢，还有药。这些都是你们听过了很多次，对，听过很多次。我们的那个观音是，我是轮回的病，轮回的病，我是轮回里面的烦恼的病，所以我有身体里面有很多病。那个病看的时候一定要看医生的，看医生的时候，那个看医生的那个医生是我们是法，那个是你们已经听过的是佛，所以你们听过很多次的。还是我现在提醒一下下，再我们可以这个我准备的这些说一下。然后呢，那个身体上有很多病啊，那个是什么病不知道的时候呢，一定要靠医生。这个一样的，我们的轮回里面有很多烦恼呢，这个烦恼什么样的烦恼不知道呢？一定要了解的人要问呢。这是了解的，只有那个佛，所以佛跟医生一样的，一定要我们上靠佛。那我们那个是佛会说呢，你的那个病是烦恼的什么什么的，无米的啊、痰尘啊、这三毒啊，这些都是病啊。这个一样的，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肝呐、肾呐、还有胃呐、心呐、这些都有病啊。所以医生会这样，我们社会你的病是这样的。对，然后呢，这样说的时候呢，我们就，哎呀，那个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理？那怎么处理的时候呢？医生会说你一定要吃药。对，吃药的时候呢，才是那个病是会好了。这个一样的，佛会说你们吃药，那我们的药是什么呢？我们的药就是那个法，学佛法的法。所以那个佛法是我们的那个药。学佛法才是我们的那个烦恼，那个三毒这些都会处理，这个是会处理。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佛跟法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法是那个药啊，那药是一个礼拜的药，今天吃一次的时候全部吃掉的话，那就那个变成毒了。所以就是不行了，一定要早上的吃早上，我中午的吃中午，晚上的吃晚上，这样我们不知道的。那不知道的时候呢，那个我们知道吃药啊，但是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大家一起吃啊，还是那个慢慢一点点吃，我们不知道。那个是一定要靠护士。所以这个一样的，我们的学佛法的时候呢，休息的时候呢，休息是一定要靠那个是善事呢，所以我们是靠僧人呢。所以他会处理我们的，你这样说，你这样修，所以这样，他说什么都我们听，这样子说，护士怎么说，我们就这样吃。晚上的药不可以早上吃，所以这个一样的。那我们的僧人怎么说呢？那这样好好的修，这样的话，那就我们的那个三毒都是会处理，就会变成我们就是没有毒没有病了，就会离开轮回，轮回的病都没有了。所以这些要健康的话，轮回的那个病就处理要健康的话，一定要靠三宝。所以我们是一定要好好的读三宝。
那这个是我们嘴巴里面，不是嘴巴呢？怎么说呢？每一个人说的是这样子，这个是你们也听过很多次的，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我准备的那个里面的内容，我们可以那个嗯、看着看着，然后呢解释的话，主要的都是你们可以写，然后呢自己准备的那个课本上面写一下。那其他的都呃，因为这里我也不知道。好，这个解释的话，这些都是那个佛经里面很多很多佛经里面的哪一个都是合起来，我是做这样的啊。所以呢，你们可以重要的都可以写一下。如果这个内容的那个我如果不知道的话，那你那个安妮老帮忙翻译啊。好，那我们那个当做皈依的话，皈依的时候呢，那皈依是第一个是我们是有五个要写五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那个是，等一下，第一个是那个第一个是 do 有什么？这就是因果的因 do，对。然后呢，有就是那个跟弦观音的意思是，第一个是我们的那个为什么观音？为什么观音？因为有什么什么因啊，所以那个是 do。那因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跟弦观音的那个是 对。那第三个是次的意思是呢，怎么观音的意思是怎么观音？对，次，我是观音三宝呢。那观音三宝的话，怎么观音三宝？这个是怎么的？对。然后呢，偏音偏音的意思是呢，如果我是观音三宝的话，有什么好处？这个是好处。对，观音三宝的话有什么好处呢？是这样子的意思是。那第五个呢是拉比萨的意思是呢，那皈依三宝了，皈依了后，那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所以这五个是主要的，这个是就是五个。对，就有次便宜拉下有五个好好的处理，就你可以了。那第一个是 do 是什么呢？我们皈依的时候呢，需要一个 do 是什么呢？就是因果的因。对，因有什么因呢？对，那我们可以说第一个加深主义就第一个归的话，那需要一个因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它有三个因有三个，一个是什么呢？羁绊的意思是呢危险的意思是害怕的意思是害怕哪里害怕呢？那我们是害怕是什么呢？有轮回里面一生出来呢这么多的痛苦呢，比如说生病啦，还有老啦，还有那个是肾啊，所以揭肝难气，所以肾呢，还有病呢，还有老，还有过过世的这样的那个都有一定是这些是一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是很危险呢，所以一定要这些要害怕，害怕就是你急怕就是害怕，害怕什么呢？真的是我们真的要想那个，比如说我会生病啊，我会老我会过世呢，这些我们真的是害怕的。对，那这个是第一个是急怕，因有三国，一个是鸡巴就是那个刚刚那个这样的危险的这些历史。那鸡巴是什么呢？那第二个呢？歹霸是什么呢？歹霸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信仰是什么呢？信仰就是英文说的话，faith Buddha faith 对，所以 faith 就是那个信仰三宝。对，信仰三宝的意思是所以得把一定要得把，然后呢，理解，
那个理解就是慈悲的意思是，哎呦，我以前痛过这样的，那我一样的这个终身都会痛苦，终身都有病人，终身都有会过世啊，会老啊，这样的，哎呦，好可怜啊，这样的是理解，所以慈悲，这三个是我们平常也有啊，大家都有的，但是我们的只是大不大而已，大家都有。所以这三个是就，这就是因，对。然后呢，第一个第八是什么呢？这个里面说什么呢？让我先，让我先，随便定下进去呢，但是说，就是说呢，我自己为了自己，或者是呢为了其他人，这些都是还有这么痛苦，轮回里面的这样的痛苦。那轮回里面我们大家都说的那个痛苦是什么呢？我们的那个是真的是痛苦很多啊。我们有什么都还有吸不够的啊，还有需要啊，还有其他人那个自己的同事啊，自己的那个什么认识的人进步啊，我没有进步呢，还有压力啊，还有或是同那个学生的话，还有我的同学成绩这么好，我没有成绩那么好，所以这样的压力啊，还有痛苦呢，学习也进不起来呢，是这样的痛苦。还有身体不健康的时候，我们一天的吃的那个三餐，那个一天没有吃，就明天就会生病的。所以这么容易生病的，这些都是轮回里面的生病。哎呀，真的是很我们的身体真的是麻烦的。所以呢，一一天没有吃饭了，就会那个是很没办法呢，很苦啊，很痛苦呢，所以低压压的，所以病呢，还有比如说一点点跌打的话，那就一受伤啦，这样的是很多很多很容易很简单的发出来的那个问题，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真的，哎呦，真的这样的问题很多很多，还有家庭的问题呢，还有家族的问题，还有同学的问题，同事的问题，自己的问题，这些的问题很多很多，所以这些问题都是一定要了解。然后呢，大家都不想这样的问题呢，不想这样的问题都不要放射我的身上呢，大家都觉得是这样的，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发的害怕的都是整体吧，这些要了解的意思。对，那这个里面呢，刚刚那个这些的问题是，那我们的那个入席论，这个是尖柱来着，尖柱就是入席论，入席论里面怎么说呢？年前切记干练的，大人几把前途呢？切了，下次去了就几把年都这样子说，意思是这样子的，意思是呢，我以前都是没有听你的那个年前就是以前呢，我只是简单的说明，要不然我们时间不够的。就是以前我都是佛，我们以前佛那个释迦牟尼佛都已经说过了，但是对吧？我们已经听过了很多，但是我们做的都是颠倒的，所以都是颠倒的，我们做的都是颠倒的，所以呢，年轻切记干练点，我就是以前你说过的都是我就是颠倒的做的。对，达人几把前途呢？达人几把前途呢？现在我才知道，这些都是我错的。那我是那个这样的那个这辈子的那个这么多的危险，所以这些要了解。然后呢，去了，下次去了的，我现在开始皈依你的意思是，去了，这次去的意思是，我现在开始皈依你。所以呢，你几把年的价值说，第四个呢，几把年的价值说，这样的威胁都是保护我、照顾我、protect 我、save me，是这样子的意思是。这个是入喜论的里面这样子说的，先把大这样，大先是比第二年把呢，大自己先啊，自己跟别人的那轮回里面的痛苦都也不能平衡起来，作为你把家人家里那点把开起我说，所以呢。
这些都是危险的，那这都是一定要了解的意思是，刚刚我说过的那个轮回里面的这样的问题很多很多，所以佛菩萨一定要教我是这样子的，那个是危险的。那第二个呢，那个信仰就是德巴就是我们的 faith，英文说的是 faith，对，德比加深多啊，faith 加深多啊是什么呢？那信仰观音的是什么呢？所以对安全几把带来这边你把概念都也对了，些东西对吧？对比对吧有三个对对吧？对比对吧？一起比对吧？其实呢，这样的危险的那个轮回里面的这样的三毒的危险的这样的痛苦，都是能救的人就是佛法僧三宝，就是佛法僧，所以能救的就是那个是呃佛法僧的这个是心里面要了解，为了就比你爸能救的都是佛法僧这样子的了解，然后呢，心想他的意思是信仰他就是对吧？就是 faith believe，对对吧？是这样子的意思是。也对了，先懂一点吧，是心里面真正的心里面要相信了，真正的心里面要信仰佛法上真正的要信仰，不是不是外表，心里面一定要的，这个才是先懂一点吧，先懂一点吧，心干干净净的信仰佛法僧，对，然后呢，加以功夫套板对吧？那对不对吧？然后呢？就是我也是要解脱，我也是要到极乐世界呢，这样的那个想要的那个要，就是那个是对不对吧？对不对吧？就是我也要佛一样的要解脱啊，这样一定要心里面要的意思，这个是对不对吧？然后呢，接近解完就完了又区别对吧？又区别对吧？就是刚刚那个 belief 的那个信仰的那个是对吧？这对吧就是信仰的，对，有七吧就是 belief 的。所以呢，电竞这换句话就是电竞这换句话都是，比如说烦恼呀这些三都是那个靠什么什么的，外面要靠那个才是发出来，靠那个才是发出来。所以呢，我们学佛的也是靠那个才是这是学得到的，这些靠的意思，这样都是靠其他的，这样要一个了解，这样要 believe。所以呢，有级别对吧？这三个是对吧？独立对吧？那对比对吧？有级别对吧？有三个对吧？所以这个是对吧？对吧就是信仰。好，这些要的意思是好。那我们下一点点，你们那个我太快的话，你们也一定要写啊，因为你们没有课本呢，不好意思。好，那第三个那个是词别的意思是，第三个词别的，那个我们有那个怎么说呢？你解这里有你解加词多啊，你解加词多有词别，一定要的，那个是三印里面印就是英国的印，它有三个对吧？危险呐、还有那个信仰呐、慈悲。所以现在那个是慈悲，那慈悲是怎么出来的？为什么要呢？因为呢，现在就是这个各种各是啷个定啊，那就是把那些另外就是你这可能就是这个罗啊我啥，意思是呢，我们是那个大乘的，大乘有小乘，对吧？我们是大乘的，大乘的意思是呢，有慈悲心，有菩提心的，真的菩提萨埵呐，这些都是一样的。那天界就是一次比讲上，菩提心要发出来的这些就是我们怎么说呢？我们也有不是大的慈悲心，但是我们有小的慈悲心都有啊，这个一样的意思是。那我们自己痛苦的时候，哎呦，我耳朵那个时候很病很痛苦，我的脚很生病的好痛苦，这样
病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病是哪里很痛，哪里受不了，这个是都知道的，这个是菩提萨埵这些都知道的。哎呦，我的病呀，那这个其他人呢，中山还有普特切罗这些病，我们都是病一样的，哎呦，都是病一样的，所以我的病那一样跟着他们的病，现在定下了，你把没这病，你就跟着啷点。那等到有时代表，其实，所以我是那个为了这些病人呢，为了这些保护，为了这些照顾的，所以先我要那个观音，意思是这样子的。等到了有时代表，其实告诉我为了福德前罗，为了众生，我要观音三宝，是这样子的。这是观音的意思是，多呢？多那的意思呢？反正讲长是讲这些吧呢，接了嘛说比猎鹰比讲长是讲这些吧，就是哎呦，我也故意啊，故意啊，那个是讲长是讲这些吧。这是什么讲长是讲这些吧？有些嘴巴里面说，哎，你有没有故意呀？我故意，我也故意呀。哎，我也故意故意呀。啊，故意故意，提了一下，提了一下。这样是讲堂子当中，讲堂子当中的是真，只是嘴巴说一下下就归呢。这个说真正的归没有了解的，所以这样的归是，所以没有用的归的是这。对，写了马萨比来的意思是，他没有什么后面有什么咋的，这没有的意思是。所以归是一定要了解才是归呀。对，没有了解，地理，哎呀，归呀，这个不是归哦。好，所以这样不算的。好，因别解满他比只得到少啊，这边不能下生多，而且，所以刚刚说过的这些，一定要了解，这些要了解，才是提醒自己提醒我要归，这是非常而且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对，这个也是。然后呢，入喜论里面说，有些啦，公道公啊，道，可不可以把那个字放大一点？有点小，好好的，杜姐姐。好，那那个是陆什么陆喜入论，行论，陆喜论里面说的，这个是兼注类就是陆喜论，以及当然感透跟一人对所即将三些烟比小表现比呢，点了日比点面送，意思是呢，底界就是那个再说的意思，底界在上课。今天也是我上课那个不地道次第，明年也一样。我是那个，还有我是那个什么，总结的什么什么，我以前上过什么什么，很多很多上过的。这些都是底届的意思，底届今年也上课，去年也上过，很多年上课的。这个上课就是底届的。然后呢，单独课就是很多很多辛苦这样子上课啦，还有这些上课了，单课就是那个辛苦的意思，很多很多辛苦。有人就是谢谢叫，有人就是谢谢叫，很久很久这样子做的意思是。但是呢，还有说，先学也学别呢，先学也学别呢。上课那个是上课的时候呢，心没有认真听的话，心焉就是那个心，这个是焉的意思是呢，心是其他的事情想一想，乱想其他的事呢，这样的想呢，所以这样的上课的时候呢，这些上课呀，这些做播音呀，这些是觉得我是做这样的。那我们比如说念那个马尼边面也是，哦，马尼边面，马尼边面，马尼边面，慢慢自己嘴巴念什么也不知道的。是真的，因为他的心是烦躁了，这个是心烦躁了，这个是烟吧，我们的心就是没有那个地方好好的认证的，所以才烟吧。做什么都没有心稳定的，
这个事情没有做。有些人真的有啊，有些那个时候我们跟朋友一起的做的时候呢，他的心不在那个朋友上啊，每次到那个身体在朋友，但是玩手机啦，都是玩手机呢，这些就是烟的意思，烟就是那个心就飞走了，这是烟吧。所以这样的不这样做的都是点念，就是点念 repeat 点面数，这样都是那个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意思，没有用的意思。对，所以呢，点念 repeat 点面数，点面数没有用，点面就是没有意思的。耶稣所说，对，入行论里面这样说的，所以我们皈依也是一定要了解才是好好的皈依的意思啊。那不是我嘴巴说我要皈依就是皈依不算的啊。好，第二个这个是泥巴，泥巴就是第二个，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很重要。第二个是什么呢？加深注意，有就是那个跟邪皈依的意思。刚刚是因有三个，那个因有三个，一个是危险的轮回里面的那个痛苦很危险，然后呢，信仰我要信仰三宝，皈依三宝的三宝，然后呢，慈悲是我要为了这些不特伽罗的痛苦，所以我要先皈依三宝，要解脱，这个是三个因。然后呢，第二个是跟邪皈依的意思，那个是有就是跟邪皈依的，对。这个是书里面贴吧、切chung、大乘、小乘，还有那个准他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准他的话，不同但是上下的宗派。宗派，对，那个宗派的准他就是宗派的，下那个是这样子的那个他们的里面的说的得出就是那个他们的想法的那个他们的归是这个是归，这个是不是归的，这样的说的不一样的很多很多的意思。得次明朝啊，怎么也讲很多有很多很多的，但是你是告诉爸爸，我们之前说的是呢。切巴的跑比拉米斯点比给维新呢，就当给维新就到这边拉嘛，对，所以呢，现在这些说的什么呢？到了切巴的，到了切巴多少，跑比拉米斯点把这边给维新呢，当上这边拉嘛，意思是呢？我们要那个怎么说呢？菩提萨埵的那个路，菩提道次第的那个菩提道次第的果论，这些好好教我们的，好好让我们了解的，那我们的那个根本的善事，还有那个善事的善事，这些还有拉玛就是上色的上色啊，对，举报的很上色的上色，上色的上色这些的举报的举报，然后呢，就是最大的就是火，这些都是的说，对，让的不是做呗，去个年度这边先啷把样，刚有没被原点啷把当去的点吧，意思是呢，让的不是做吧，让的不是做吧，就是自己的事情都是已经圆满成功了，意思是呢，自己已经所有的空心啊，所有的那个无常都了解的智慧，以及得到的，就是那个佛，对佛菩萨，意思是呢，让的不是说别这个就是那个法的身法身的意思的，佛法身的法身，对，这念的这把就是以及他得到的那个佛的身体，以及得到的就是这把。渐渐能把感染灭尽，渐渐能把感染灭尽的是所有的烦恼都已经离开没有的，对，所以所有的没有了，所以眼点就能把他大点吧，眼点就能把他大点吧，所有的功德都有，所有的 knowledge 都有的，就是对，点吧是这样子的。好，下啊，也得他觉得，也得他到的点吧上。那写的就是那个其他的，为了其他的，那其他的写的不是做吧？
你给狗，绝对不是做吧，就是为了其他的。那如果就是那个我们看到的那个佛的身，哎，随着个涅槃就得到的意思。佛菩萨，比如说达赖喇嘛呀，对，那我们的佛度母，这些都是佛，一切佛文，释迦牟尼佛这些的那个我们看到的那个佛的身体的，以及得到的，只是这样子。这样得到的佛啊，就是把第四的三界解天，把现在把那三界给住。所以呢，轮回到什么时候到的？到底这个一样的照顾终身的，就是为了终身的，所以他一直辛苦，一直为了这些的做的是谁呢？就是佛菩萨。这个是名字，就是三界共住，三界共住，三界共住就是佛的意思。对，所以他有今天我们说的，他有自己的那个事情都是已经也圆满的结束了。意思是呢，他已经了解，他有那个空虚了解的智慧所有的不得结了的菩提萨埵菩提心，还有那个慈悲心都已经得到了。所以他是佛，所以智慧跟菩提心让的不是做把智慧，写的不是做把菩提萨菩提心这些有了，这些有的是谁？就是佛。对，这个是佛的意思啊。对，然后呢，龙给去点念孙，龙给去点念孙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佛说的那个大藏经啊，这些都是点念孙。对，我说的是点念孙，点念孙的名字就是那个三藏三金吒藏乐藏是吧？这个点念孙，还有苏拉耶拉朱尼，苏拉耶拉朱尼给对吧？对，苏拉耶拉朱尼就是12个什么？12个肥皂。对，这个里面的内容，还有多边去拉巴松，拉巴是那个三邪的内容，还有古人跟我爸的朗巴，那是这呢怎么说呢？那个我们从古典跟朗德、典巴西那个四大的那个四地，那个四地是什么？四地是那个里面有怎么说那个古人，对，这些都是灭地和道地，那个慢慢的说一下。灭地，狗栏是灭地，对狗颠是灭地，然后蓝颠是道地，灭还对，有道，面地跟道定这些都是去根处。去根处，对，去根处，真正的去根处，罚的就是那个面地跟道地。面地是什么呢？面地，刚刚这个前面说的这些的佛法的那个佛说的那个经典里面的内容都是那个这些我们是龙点内孙三藏呐、还有那个是苏拉耶勒就尼12个佛教，这些都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不是真正的法，但是我们心里面要想它是真正的法，这样子想，就是想的话就有一样的那个功德的意思。真正的佛那个法是什么呢？那刚刚那个是灭道跟见道，我巴跟朗德这两个是真正的法去点处。对，佛法生的法是这样子的意思。对，古老你就对不对？一般人去点处。对，灭道跟大道吧。灭地灭地道地，跟道地，对，灭地跟见地，面地跟道地，也是啦，对，道地。面地。对，面地跟道地是真正的佛法生的法，是它。那果然是什么呢？果然的意思是呢，那个面地是什么呢？面地的意思是我们的心里面有这么多的烦恼，那个烦恼它不可以处理处理可以处理，那个处理了解的那个是面地真的可以处理，那个是
可以处理的，没有的。对，当过浪过可以过吧，就可以处理，这个是面的啊。那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理？哦，怎么处理？要写佛法才可以处理，这个是啷个点吧？就是到底。对，所以啷个点吧帮忙处理，就是得到那个是面的。面的的意思是呢，它已经断掉了，所以断掉了就是没有可以断掉的，可以断掉的就是那个面的。那个是怎么处理呢？那个处理的就是那个是到底狼。对，所以我们的那个三毒呢、烦恼这些都是可以处理，所以处理的那个处理后，这个是能处理这个是那个是面的哦，这个是法，不是那个佛法的法，对，到底怎么处理？这个是处理的是谁呢？那我们的那个智慧呢？那个是我们的怎么说呢？学习的时候一直了解的时候呢，智慧一直发，一直进步呢。这个是就是那个道地，对，道地。所以这两个是真正的佛法的法。这个是我们是那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会说呢，经典也是法呢，不是吗？这个是真正的法是不是？真正的法是这样。那但是我们可以集里面跟着我们的经典这些也是法的代表，所以说我们是这样子尊重他，相信他，他是法这样子说，就是我们可以一样的意思的啊。好，那法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什么都被撒了就被跑巴当，所以有点把人就把让脸还有可少呢，那跟对跟出多少，这个的意思是呢，什么都被撒了去吧，什么都被撒了去吧的意思是呢，我们已经得到那个菩提心，已经得到菩提心的话，那它就是菩提萨埵，那菩提萨埵都是啪啪，啪啪的意思是呢，就是菩提心，菩提萨埵，对，菩提心有的时候猜测它是啪啪。所以呢，这个里面的那个佛法的身就是那个菩提萨埵，对，有菩提心才是菩提萨埵。那菩提萨埵就是佛法身的身，对，僧人的身，对，这个是婆巴当萨。然后呢，这里说没有菩提心也是那个说给我们的那个一般人也是颠巴朗吉巴然连汉语古说那么呢？对，那学习佛法的比自己先的这些都是代表是可以说是点定接触的就是那个是三宝的当中是僧人的意思。真正的僧人就是那个菩提萨埵，比如说贡布罗咒就是那个陆菩萨对吧？龙菩萨，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对，龙树菩萨，那帕帕对面就是五祖菩萨，这些是真正的佛法僧的僧。那我们一般这里看到的出家人，这些其实不是真正的那个佛法僧的里面的僧，不是，但是它是代替佛法里面的僧，所以我们说出家人是可以记里面下，他是佛法僧的僧这样子下，因为跟他学得到很多很多，所以他是僧。我们这样子跟他这样子说的话，就有功德的意思是。那我们有一个怎么说呢？我们那个出家人一个一个的话，不算那个佛法僧，但是四个一体的话，就有那个佛法上的僧的那个功德有能力，就是一样的意思。这个也是出家界很好好的出家界保护好好的四个出家人，有的话他才是僧人呢。僧人就是四个僧人出家给人谁啦？才是给谁啦？公道，嗯公道。那个您刚讲的有4个僧人，是不是就所谓的僧团？对僧团，对对对僧哦，团，僧团哦，不应该不是只有对僧人而已，应该僧团，对不对？对僧团，僧嗯，好，没团才是错。根度。对，这个是我们有根度根据，就是佛法僧的功能有的意思是，对，这些都是我们皈依三宝的对学皈依三宝，对学皈依三宝就是刚刚那个
佛法僧就是我们的那个观音的那个音儿，音儿就是对写观音啊音儿。我是刚刚自己解释的是那个是音儿，但是呢这个是音儿是中文的怎么解释的话，我跟他问一下也是那个老师怎么写镜，对是不是镜，镜？对镜的镜。进吗？嗯，哦，对对进，好的好的，谢谢。好，是这样子的，好。好，那第三个，现在呢，第三个呢，到这里了。第三个是怎么归因？哦，可是的，还是要麻烦您放大一点，因为还是很小。好的好的，怎么归因的是第三个，是第三个松巴，下次注意刺，那个是刺，刺的意思是怎么是归因？怎么归因的意思是归因怎么归因？对，好，那怎么归因的时候呢？这个是很重要哦，怎么归因？怎么归因的话，那这个是拉玛当滚出给电击先安下达七八三天顿主人장비电缆几个西北上对着接浪紧对的，对着能看拉玛上街加瓦新街拉玛的七八他们这也是到西八上，得到个先安让达让给他们泥土从开车这边甚至他们这看呢，你这边那怎么归因的意思是呢？他这里说的是这样的，这个也是我们可以需要的，全部不用读啊，全部不用读的话，全部读的话，我们一边那怎么归因的意思是呢？那我们说吕啊有送给吕以啊吕啊，那吕的意思是呢，我们的身体吕给别个呢他摸着，意思是呢，自己的身体一点点这样子下来，给把就是地理这样子给别个呢。然后呢，他们家就是那个这样子，他们家的意思，你给别个呢，反正那个是山可以要地理的意思啊，你给合掌，别个呢，天幕是不他是合们掌？对呀、他摸着合掌，对对。那我给别个呢，当做些，我给别个呢，就是那个我们的伤口的口要针做的，然后呢，当做些就是当做就是那个自己要地理，自己要归的意思是，我给别个呢归。那我们平常我这个读文解释好以后呢，我们有一个平常内的拉马拉加速球，三给了加速球，去了加速球，印度了加速球，意思是呢，归佛、归法、归僧、归三宝，这个是每次都念的很好的意思是。对，那个是我给过呢我给别个呢讲这些，有给别个呢。有就是那个心要那个振作的，心非常振作的，给别个呢得给去洗澡不觉得，所以真正的向西，真正的对吧就是那个向西养，心养，所以这个不是小小的，去主播就是很大大的，很能力有，真正的心里面真的要这样子的砥砺的意思。好，郑州的些碟子，我今天去带了多嘛，有一些年就干嘛都演出什么的，这样嘛的，意思是呢，我以前这里说大概以前我都是那个很多很多辈子，这辈子上辈子都是我没有跟那个上次的那个说的都没有好好的听，没有好好的听，那跟出什么用？那没有好好的归三宝，那所以呢，可以领啊，对面去的两面吧，就是所以呢，轮回里面的那个痛苦一直发出来，一直发出来，一直发出来，这样子的意思是。然后呢，当然是新车开始，当然新车开始的哦，这个是一定要了解。我以前没有
真正的没有听自己，你们都自己有自己的上司，对吧？但是自己的上司说都是没有好好听进去呢，只是看起来听的样子而已，但是没有听进去的。所以呢，年纪才让杜妈给一些年纪大些嘛，就上司的那个说的都是没有好好的听。那我们的上司，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的那个说的都是没有好好听，自己的上司的都是没有好好的听，所以干许马住。然后呢，观众送了，观众送驾驶马送，三宝没有好好的归因，所以观众是只是这学习，佛法是没有真正的好好的皈依的，所以马祖，所以呢的规定啊，或啊就是那个轮回里面的问题都是出来，对，问题规定啊，对面信徒娘你比，信徒娘你吧，都是，哎呦，今天也要烦恼，明天也要烦恼的，这样的痛苦，小小的痛苦，很多很多这样子出来的，所以很多很多烦恼的，所以这些有烦恼，这些都是为什么来呢？因为我没有好好的做，没有好好的观音三宝，没有好好的听，所以是这样子出来的，是这样子，这个是要了解，真的要了解。啊，今天你们不要看啊，那个是编码这些，不要看编码这些，编码这些今天说的都是这个是佛法的法有关的，所以这些听不用看说的人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呀？真的有好的有没有好处？这些要听要了解，写下来，然后呢自己应该要提醒，自己提醒，是这样子的。好。所以呢，答案呢就是从今天开始，答案呢，哎，大概想去马套就把这连年经的嘛，他们这那么关注给推荐了，然后让他关注说了，老三这邻居干呢，那么大三间弄着就南天比天吧，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到街头，今天开始到街头的中间。我是那个从进马套把这边到中间的来年景的嘛，他们去好的不好的，我自己的事情都是拉玛关注上升跟三宝，靠你们的意思是一定了绕过上，这个绕过的意思是呢，这都是我从今天开始，我的事情都是靠三宝，靠上师。你们说什么的我做什么，你们说什么的我听什么，你们到什么的我学什么。这样子，我从今天开始，你们嘴巴里面说的，你们你们说我就是水里面进去掉进去，你们说的话我就马上进去的，这样的那个心里面要的是这样说，所以呢，我今天就说高娘都记住了，老师你去干的，老师你这个心里面真正的那个是靠三宝这样的心里面要发出来，观音的那个心要这样子发出来的意思。对，半年上，然后呢，那么当看给nam着就nam点比点吧，所以上师跟上师跟佛都是让我离开轮回的怎么离开轮回，让我知道的，怎么离开轮回，怎么解脱，让我知道的，就是佛跟自己的上师，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样子想，然后呢去了南密，所以这是南天比天巴，天巴的意思是呢就是上师，对，不是那个佛，让我知道的那个是佛，那个路是法。佛法的法出去了，南密就是真正的路是什么呢？就是佛法的法，就要修的这些都是法。对，那印度了就是僧人呢，人就被打住。那僧人会保护我们，照顾我们怎么修的，教我们的，所以打住是修完得病，打住是修完得病，得病对不对？所以呢。这样的心里面要的是说，
达到圣洁当中的故事的小啊，当的上界的那种多去，那么跟出去前，所以呢，我跟所有的布特伽罗都是怎么解脱，都是靠你们三宝，所以三宝就是那个佛法僧，所以我们要学法。那学法的时候呢，那一定要跟僧人学，所以跟僧人读书了解上课，然后呢，我什么叫就是那里他读，就是意思是呢，我要解脱的那个部分都是怎么解脱，都是靠三宝，意思是这样子的，对。好，那个下面呢，错了，对不对？达到圣洁当家，过生的小娃当家上街的老等多少钱？那么工作给钱，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就是靠上三宝，所以都是你们给保护我，意思是这样子的。诶，这几个明白了是？这个时候，行。那么当工作给钱上市跟三宝，你们一定要了解我想要是什么，保护我，照顾我，带我去佛法，这样子明白，先明白自己的有哪些的，明白自己的有哪些的心里面，真正的心里面要这样子拜托他们这样子，然后呢，皈的意思是啊，对，我是靠你们，你们说什么都我是做的。所以这样子靠的就是自己的写的，对，然后呢，让给当做其他写法，就这样子写的，那让给当做其他写法，自己怎么归？哎，我跳了，好，让给当做其他写法，就是自己过怎么归的意思啊？好，那现在这个下面看一下啊。让给漳州鸡蛋先把大儿，所以自己怎么归？这刚刚那个前面的这些，我就是那个简单的再说一次的话，那佛法僧刚刚那个这些都是我要靠你们的，这样已经说过了，这个一样的。然后呢，咔嚓，生煎他们地地头，漳州些把米拿。所有的福特街罗，所有的中山都是一样，跟我一起归三宝，这样子米八姐，米八就是管辖的意思，哎，米娜就是管辖。好，然后呢，大党呢，大党昨晚能给他的年被现在当地定定的是的，就是你我了记得他的意思是呢。搭档，我跟所有空天空的上面有无边所有的布特切罗，定的是的，从今天开始到谷底，到那个解脱，几次想去马塔吉巴的，到谷底到个那个解脱的，所以呢。阿德拉曼那当巴那就加出个，所以上师你们上师佛法，你们要保护我，归我，对，呃，教我的意思是，阿德拉曼那就加出个，左边三间中间的那就加出个，意思是呢，圆满的佛法，那圆满的佛中间的，就是呢，释迦牟尼佛，你们。加持这个第一归你们的意思，归山归佛，那当别去了就是这个，那真正的佛法我要归，
破壁跟着了就是这个生人和婚姻，所以这样的先你到把呢讲着这个联盟的些，这是所以呢这个是一里面常常这样子归他们的意思是，所以这个是常常你们念的很好的意思是，比如说这个是。padelama tambana la chasu cho zobe sange chande de no la chasu cho tambe chi no la chasu cho pobe gendu no la chasu cho 这个里面是这样子的。其次是拉玛啦，就是说桑给了，就是说去了，就是说印度了，就是说这些一定要好好的，常常心里面要那个给你拜托，是这样子要念的意思是啊，对，很好，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下期一下下，这些都还好。我这样说的话，我想说那经典里面的一个部分。好，那观音是这个是我们这个里面的这样的了解是这样子的。好，那观音了以后呢，有什么好处呢？这里有好处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这是注意偏就是有好处的意思是，好处是什么呢？哎呀，当把堂姐去这一把说，他也把送的，意思是呢，哦，自己会得到所有的那个借力的，这些都是会得到的。如果观音三宝的话，真正的观音三宝的话，我们所有的那个好的都会得到的意思是，这个得到的也是那个当把他们去的细微指引把数。他也不送的意思是呢，当把的意思是呢，好的都是会得到的意思是。那这位就是发出来的，自己的身上、自己的心上会发出来，都是那个是观音三宝的因是观音三宝，然后呢，果是会所有的那个好的是得到的意思是。这样多嘞，就是那个佛说的那个经典里面这样多嘞，这个是很多。对，很多就是经典。加速先能，加速先能读了书去那，南开南卡巴农只有那个冲结束吧，的。所以呢，这个刚刚说的加速先能书去那的意思是观音三宝的那个功德，观音三宝的功德，如果可以看到的话。对，书就是可以看到的话，能开把上得有那个就，其实呢，我们的无边的那个是天空的那个空里面，这样的那个是你发也发不进去的，就是那个从这个我们的从天空里面放也是那个放的地方很小的，就是意思是呢，那个功德非常大非常大的，就是。哎，能开板上地啊，能开板上就是能开板上就是天空，天空就是比如说天空是锅子一样的话，那个像锅子一样的话，天空是代表是锅子，然后我们的那个皈依三宝的那功德放这个里面的话，天空里面没有办法放，因为天空是它的那个锅子，我们的功德放的小的意思，没有高的那天空没有那么的没有办法放我们的那个观音三宝的功德很大的意思，意思是呢观音三宝的功德非常大非常大的意思。对，刚刚那个是佛经里面的那个都释迦牟尼佛说的哦，多嘞，加速虽然低了数轻呐，意思是呢，观音三宝的功德如果可以看到的话，那就是那个看到的话，那个变成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变成那个色的话，没有办法放在那个天空里面，天空这么大的，我们的那个世界，我们的世界 globe，我们的世界可以放在天空里面放小小的，对吧？但是观音三宝的功德放的话，没办法，因为那个地方也太小的意思是。意思是呢，观音三宝的功德很大的意思是。好，那还有另外一个也有，假设说呢，所以呢，东升的有那个讲说全部去的，不计叫我橄榄呢，意思是呢，讲说全部
我们的那个大海一样的意思，我们的那个观音三宝的那个功德大海一样的，对，所以怎么喝就喝不完的，所以怎么用就用不完，那个功德很大很大的意思。好，这样子，这个是好处的意思是吧？观音三宝，观音的话好处是这样子的，哎。多呢，他当然这边记得呢，那跟住是来吃的泡杯，像那些嘛的，意思的呢，但是反正呢，多呢就是反正呢，多呢反正呢，他到这边记得呢，这个我们的那个轮回里面，我们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神明啊，很多很多神啊，这些都有，但是皈依的那个就是只有三宝而已，不是其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皈依三宝，不要皈依土地公，不要皈依那个神啊，不要皈依那个其他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不要皈依的意思，皈依三宝就可以了，不要皈依那个护法啊这些的，哎，所以天出生来七八度，后边到邪满期是没有其他的意思的，好，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偏归因的那个偏，然后呢，最主要的这个是里面有一个专注于拉下，专注于拉下第四声呢，归因的话要做什么？这个是归因的话，拉下就是 advance，归因的话做什么呢？对，那如果归因三宝的话。你点帮南村的小娃子这边去的做，我别去这里这个对，你把这个接了，我就来跟他这个，那你跟着我们，帮助你去，还有俺到我们这个娘的也过去，我是你那这些我懂不？所以呢，这个里面皈依三宝了以后呢，我们那个实际上呢，我们的平常我们是哎呦，我要那个做事情，所以我们要怎么说那个拜土地公呢，拜有那个护法呢，这些是做事，但是这些是不是真正的皈依的意思啥？第二把西比先让把西点把啥给呢？或者那没比上去这边跟就是就干吃是结果，那有人倒霉呢。所以这样常常拜拜呀，这样做的话，我们真正的解脱的那个是得不到的，意思是这样子的。第二把西吧，第二把西比接让把西点把这样的意思，这个。第年吧，是吧？就是比如说土地公呢、护法呢，为了他们开心呢，所以供养呢、拜拜呢，这样做啊。我今天拜拜了，哎呦，我今天做了很好了，我已经学佛了。这样做的话，这样做的话呢，那只是呢，或者拉那米比，就是圆满的菩提，圆满的解脱。那就根据什么就刚成是结吧没有，所以佛说的那个是真正的佛法是不是的，所以真正的解脱得不到的，所以呢，所以那个是一定要了解，能用到我们这个，能用到我们这完全得不到的意思是完全得不到解脱的，所以不可以归土地公，不可以归那个护法呐，还有这些奇奇怪怪的这些都不可以归的意思哦。好，这样子一定要了解的意思。好，这一拉扎，这一拉扎就是真正的拉扎是什么呢？这里呢，这一拉扎是对，真正的是什么呢？这一拉扎借我挡把挡住把所挡，所以呢，这一拉扎就是所有的那个这就是我们那个一般的话，就是我们跟着好的人，结果挡把就是好的人，比如说建立很好的出家人，跟着他。
学习，跟着他读书，那跟着他每次都喝的吃的都是跟着他读，你就把速档这样等等都是好的都做的意思。那第二个就是大家一起的话跟着好的人做，不要不好的人做的意思。那所以拉萨的意思是自己做的是什么呢？自己要做的是什么呢？三阶拉加是所谓，三阶拉加是所谓就是我们皈依佛法的时候呢，皈依佛的时候呢，三阶拉加是所谓，你记得别拉了唱一下，你记得别拉的唱一下的意思是呢，我已经皈依佛了，已经皈依佛，所以呢，我不要地理土地公，我不要地理世界上的那个神怎么说我们有很多那个神的僧人的神啊，这些神啊，那个护法呢，这些不可以地理的意思。恰米下就是恰就是地理的意思，恰米下归佛，所以不可以归土地公，不可以归护法这些。好，那去了价值从语，这个很重要哦。去了价值从语，第二个去了价值从语，去了价值从法的意思是呢，我归法，归佛法的法，归佛了之后呢，然后呢是先接了那这帮对其他人对众生不可以看，不可以伤害别人，所以那把但是那把的菜话，那把就是心里面就是那个想他杀害啊，让他那个怎么说呢？不损害，好的做啊，损害，损害对，不可以损害的意思。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做。我们是已经是皈三宝，我们是佛教的都是不可以伤害别人，伤害别人，因为我们是皈佛、皈法、皈法了以后呢，就不可以伤害别人，对不对？所以不可以嫉妒别人，不可以嫉妒同事，不可以嫉妒同学，不可以嫉妒那个邻居呢。不可以那个伤害邻居呀，不可以伤害自己的兄弟姐妹，大家都我们有烦恼，所以伤害很容易伤害那个自己平常见面的这些，所以不可以这样，不可以很远的地方都没关系，因为我们得不到见不到的。最主要是我们自己的那个，比如说家人呐、那邻居呐、同事呐、还有那个同学呐、平常见面的这些，一定要帮助他们。如果不能帮助的话，不要伤害他们。最主要是不要伤害他们。如果伤害他们的话，那你就皈三宝的那个是皈佛、皈法的那个是就颠倒了。所以他说就是不喜的意思。去了驾驶从生气了，那次对，皈依佛就是这些都是要断掉，伤害的那个心要断掉，是这样子的。好，那印度拉加是从啊，就是那个是皈依僧人的意思是皈依僧人呢，印度拉加是属于主没得党民主吧，那拉巴下去，所以印度为皈依佛法僧的僧，皈依僧的，所以呢，我们就不要皈依那个外教的，比如说外教的那个什么有什么都是不要皈依他们的意思。不要跟着他们的，不要跟着他们一起做。如果跟着他们一起做的话，会影响什么什么的，他们的什么什么会影响，所以不要跟着他们做。所以好好的皈三宝，这个是拉比扎，对，拉比扎就是那个皈依了以后做什么，对，好是这样。那这个是第5个，但是我刚刚没有说第3个，第一个是什么呢？印，第二个是什么呢？印就是那个 do，第二个是什么呢？ul 跟写归音，第三个是什么呢？tul 就是什么呢？怎么是归音？那第5个是什么呢？有什么好处？对，这个来家是我们那个是只是 advice 就是那个你们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的意思。啊，然后呢后面我们还没说的是什么呢？红蛙就是
另外一个那个回向吗？可是啦。这个回向我还没说，对，哦哦，回向是在这里。好嘞，古时给别这其实是这样子的，所以皈依是这样子的啊。那我时间没有，但是我只是想说的还有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有那个四谛，四谛是什么呢？哭地、哭地，然后呢，哭地净地、面地、道地，这四个变成跟着那个观音三宝一起的，这个可以加一个佛法里面那个话的解释的话，可以好多很多，比如说你们已经解过的四谛很多啊，比如说四谛的里面估地、基地、面地、道地这四个有什么关系？三宝，这个是我想解释。那这个里面是这样子的，那这个下面都是不用说没关系。那你们以后拉玛拉加斯丘、桑给了加斯丘、去了加斯丘、印度了加斯丘，这个常常练啊，那个一定要常常练。等一下我结束后，我可以给你们。那我现在那个是没有了，那没关系。哎呦，我们的时间我觉得不够。好，那另外一个是这里有一个怎么说呢？课本里面有那个播音是，等一下，那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课，这个了解的话，你们可以真的很好。课本翻译，我快快的解释一下，快快的解释一下。完了，这个里面有，完了，我的电脑里面没有了，没关系。没关系，那没关系。今天的那个观音的那个观音的那个内容是这样子的。刚刚那个四谛跟那个三宝那关心的我还没有，因为这里课本里面我的那个电脑里面没有下载呢。那没关系啊。你们一定要了解的是什么呢？观音的那个印是什么？五个里面，如果我要观音的话，第一个是什么？第一是就是印。印有什么呢？就是那个危险呐、心眼呐、慈悲呐、这些都要。危险是什么呢？轮回里面的痛苦都要危险。那个是心眼，就是三宝心眼。然后呢，慈悲是什么呢？那我要所有的普特伽罗，为了他们，我就是那皈依三宝，然后呢要解脱的那个是印。然后呢，就是那个一是什么呢？跟邪归因呢？跟邪归因就是归因三宝佛法僧。那这就是呢怎么归因？这就是那个我们是怎么说呢？刚刚那个怎么归因的是什么呢？三合一真正的心里面要呃真正的心里面要了解是哪一个是佛，哪一个是法，哪一个是僧。然后呢，我要那个要真正的心里面不是嘴巴，心里面要相信啊，心里面要信仰，心里面要尊重，心里面要砥砺。这是怎么是皈依的？对，然后呢，了解了后，然后呢，每次都说拉玛了，这是就三个了，这是就去了，这是就印度了，这是就这些他们的那个拉玛三个去印度，这些要了解。刚刚我说明的这些，你们已经写了，这些都是要了解，这个是怎么是皈依的意思啊？那好处是什么呢？好处那个时候好处是他
大海一样的，那个是功德是大海一样，功德是如果可以看到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放在那个轮回那个空隙里面的这么大的功德，所以有这个做的话，就是会心想事成的意思。对，那我不可以做什么呢？皈依三宝了以后，不可以做皈依外教的，所以是这些有好的事。对对，那我不是那个这个里面比如说这个课本里面怎么说呢？这个课本里面怎么说呢？这个课本里面皈依的，简单的说一下，皈依三宝了以后怎么做的？我是皈依三宝了，然后呢，皈依三宝后怎么做？但是江浙于两年级民族呢，228部让你去结巴当把的。皈依三宝了以后，皈依三宝了以后呢，我是皈依三宝了。那皈依三宝以后呢，做什么呢？做248部让你自己的，让你去念些当把，让你去念些当把的意思呢，自己不要做坏事，那个是一定要常常要提醒啊，我是皈依三宝了，所以我不要做坏事，所以那个是一定要心里面要的是自己的那个，比如说那个三朵发出来的时候，自己要提醒啊，我不可以，我是皈依三宝了，所以这样子不可以做的事情，念些当把，那是念不些吧，不好的事情都不要做的事情。然后呢，写了你再帮吧，写了你再帮吧，就是对别人不可以伤害的，对，你再帮吧，就是不要做的事情啊。然后呢，连军的兄弟人，连军的兄弟就是那个业因果，一定要了解业因果。做坏事的话，一定要割舍坏事；做好的事情做的话，一定有割舍好的。所以这些一定要心里面粉丝都要看的意思是，皈依三宝以后，这个是一定要做的，这个是达赖喇嘛说的。对，这个里面说，教省张作霖罗连密做人，200部让你去当吧，自己皈依了以后，都是自己的，都坏事都不要做，一定要自己要提醒，然后写了你再帮吧，不要伤害别人。来军的送的，来军的送就是业因果一定要了解，常常要提醒，不要做坏事，因为做坏事就是这个是国策好的，这样一定要提醒，这样子的。好，那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那所以呢，我们现在是我没有忘记一点，还有一点关掉。好，那我们现在呢，那个发布这些的那个呃我回想一下啊，现在我们有念，如果有善心，有的话就是为了众生，为了痛苦的人不要痛苦这样的想，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回想一下发布地系的，那个是我讲究成就仁波切，这个是念一下。我讲究三座仁波切，爱马切巴南切就切，一百两百没八样，当年刚对百万数。好的，那我们今天这里结束了观音三宝的怎么观音，希望你们得到。如果还有没有了解的话，我可以今天我们那个课，我可以放这个网络上，所以你们可以再听再看。然后呢，还有问题的时候可以直接问我。好，那今天是特别感谢你们。那安妮拉，谢谢，我叫他安妮拉帮忙翻译，所以安妮拉谢谢多姐姐。那下礼拜如果可以的话，在我们那个要那个大礼拜，怎么是大礼拜，怎么是小礼拜的解释是下礼拜三的晚上这个时间一样的，所以大家都下礼拜如果想了解。怎么是那个大礼拜？为什么大礼拜？为什么是小礼拜？为什么做这些的事？下礼拜解释。好，那我们今天下课，好，拜拜。